下面咱来恭守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圣经是诗篇104篇，全篇啦吼，第1节到35节。记着学乐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是至大，你用尊荣威严做衫来穿，你穿光明，亲像外衫披规天，亲像昼白，伊伫水中安伫伊的老哥的同营。做佩服伊的车，用风的膝来行，用风做伊的书架，用氧火做伊的车用，将地下伫伊的地基顶，互伊永远无摇拽。伊用青烟亲像衣裳，压砍地面，遮的水。淹过山岭，你一个啉，哇，水就啉；水就紧紧流，浸到山头，落到山谷，你定着的所在，你定着界限，互水袂搬过。无可倒转来压暗地面，互水泉渗出至山谷，流伫山中，互山野的走兽拢有通啉，也如得到紫喙焦。园中的飞鸟跳伫水边，口伫树枝顶。伊对伊的老哥空中放压山岭，对你所做的效果，地就续续，以互草发生，互精生通食，也有菜色做人的路用，互食物对地而出，搁有酒，互人的心欢喜。有油润泽人的面，有食物保养人的心力，消化的手拢得到充足润泽，就是伊所在伊巴润的吉祥树。飞鸟做收伫迄内面，好徛起伫上树的中间。关山是互野山羊埕，石盘是沙番闪密的所在，伊用马来定着实际，日头也通在落，伊互伊暗就做美事，迄时就来那的大树就拢爬出来，知影吞口。要了伊食最上的好伊的食物，日头一出，因就走去味，倒伫伊的洞内，最讲着外口的园时，妖花你所做怎样遐多，拢是你刻意做成的。遍地满满你的布，遐有海，搁有我，种算袂了的动物，大细的活物拢有。伫遐有人在行，有你所创造的大鱼游来游去，遮个拢总在听候你通照时，互因食物。你互因就跳起来，伊舔过伊的手，因得着好米到饱。你用你的面，因就化入；你将因的气收回，因就死无，来归伫土粉。你发出伊的神，
因就受创造，以互地面换做新，愿妖花因根因愿伫咧，愿妖花为着伊所做来欢喜，伊看地就震动，伊从山就出现。我这一世人，妖花吟诗，我要我着的时，我爱上帝，唱歌和乐。愿意了我尽情伤做合意，我了我欢喜，愿罪人对世上消灭，愿歹人拢无去。我心是着和乐摇花，伊着和乐摇花。以上，咱要请咱陈牧师用愿意欢喜我的诗歌来甲咱讲道，咱请。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恳求你，即时安静阮的心，来伫你的话的顶面，而且得到勉励，得到欢喜，得到你的智慧甲聪明，更加明白你，向往你伫阮的生命中的美好。但即时我们对你的话生啊，实开你的心也充满伫阮，帮助阮。要开始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大家平安。咱即礼拜的新眼光已经来到诗篇104篇。今咱知影诗篇104篇是一篇懊恼的诗歌。诗人伊看见上帝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是遮尔啊奇妙伟大，所以伊心内伫遮伫遮呢欢喜吼，忍不住的好话讲：我的心神啊，你着懊恼摇花，恁着懊恼摇花。这是104篇35节的记载。有人敢知影这个什么所在无？啊，下龙湾甲这个什么龙湾吼。今仔来看到遮尔水的所在吼，其实头一摆牧师去讲，哇，遮尔宽，遮尔大吼，是真无简单。甲这种什么？毋是人造的哦，是啥物？天然的。所以咱就知影，看你若去迄个越南的时吼，你就知影讲为啥美国当时会战败，因为伊有足侪种山洞啊，佮伊个船啊呐，迄出入拢啊，出来你也毋知对倒会出来，为遮软出去，为边出来，为遮软出去咯，所以掠无所在。这上帝创造伫大自然界，所以伫诗篇104篇到对第一节到最后一节，诗人前后伫遮咧呼应，拢是咧讲我的心神啊，你着懊恼摇花。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去旅行旅游，看见遮尔水的天然天然的美景，咱是毋是亲像诗人共一样伫遐喊话懊恼讲，上帝真正创造美妙，即种的心境咧。所以当咱伫咧读即个诗篇104篇的时，兄弟姊妹，你敢有注意到，即首的诗歌是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做所在。这是创世纪第一章，是用上帝角度伫遐记载天地万物创造的大工程。而诗篇104篇是用人的角度，诗人照着观察即个大自然界创造的美妙，伫遐来默想上帝伟大的作为。所以，即张是即个圣学者伊所整理出来诗篇104篇。甲创世纪第一章伫遐来宣扬上帝创造的对照。伫遐看讲第一讲上帝创造光，创世纪第一章20甲50，诗篇104篇1节甲2节，这个对照上帝互空气将水分做顶面甲下面个上帝互地面甲水伫遐来分开个上帝互地上生出彩色美娘个上帝创造日头、
月亮甲星神。上帝创造了海甲空中的画面吼，你一工一工吼，啊第3工有讲2项，第4工、第5工、第6工啦，上帝创造啥物？动物甲人，以及所有的画面。到第7日咧，上帝就安那安息，所以人若爱因为伊伫安那爱安息吼。所以牧师定咧讲安息，休困真重要。哦，有真侪人做到安那爆肝吼，啊是安那吼破病，我想咱拢会当真清楚来了解。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咧读即个诗篇104篇时，咱是毋是会当用诗人的角度？伫遐来看去上帝的创造是遮尔啊美妙，充满着智慧。比如讲，咱只来看地球甲太阳的距离。如果即个地球甲太阳的距离啊，搁较远的时阵啊，咱人啊会冷哦，冷甲可能会寒死。甲你若伤近的，会烧甲会热死。所以咱知影地球甲即个太阳的即个距离是安那拄啊好。无远无近，符合日人的体温36度左右，也是适合咱人会当一只呐徛起的所在。佮地球安那有安那斜无？几度？23度哈，这生物老师真搞哈。结果咱就会当享受啥物？四季的变化。地球若无即个斜23度，海洋啊，会水就安那会蒸发吼。南北的震动吼，互土地会结冰，所以兄弟姊妹，如果咱对这个天文地理有兴趣去研究，你就会看见遮尔啊精密的安排，敢是较罕嘛，会出于上帝奇妙创造的作为咧。这诗篇104篇，伫遮第1节，伫遮开始讲，35节吼，第1节开始用俄罗。来开始35节用那俄罗来结束，中间伊只各种的例，拢伫遐讲明为虾米咱的心爱俄罗，兄弟姊妹，为啥咱需要俄罗咧？咱爱俄罗，因为即个宇宙确实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伫遮来创造，所以伫罗马人书1章19节到20节呢讲。因为论到上帝，人所通捌伊的，有显明伫伊的心内。因为上帝捌显明指示因为对创造世间以来，上帝永远的权能甲圣洁，凡所未看见伊的，对受造下面想了，就明明看见，互因无路通推脱。这位创造主上帝将伊的神啊放伫咱人的内面，互人会当来认捌伊、亲近伊，也诚做伊所要使用并祝福的器具，种尊贵的器具。所以咱人啊的尊严是对上帝创造，特别咱爱知影人甲有啥物？有上帝啥物？形象，咱人是有上帝形象，种的尊严。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人之所以称作万美之灵，我重要是因为上帝的灵伫伫咱的内面，人的灵就是要成装上帝的荣耀。所以我昨看阮老母最后你敢知安怎转去无？你敢知人最后要转去拢会安怎无？就转去心中就平去啊！这是人将迄口气吐出去。所以一个认捌上帝人，其实咱来知影，这是尊贵的人。所以咱人活伫这个天地之间，看见遮尔大的宇宙，而且会让思想着家己真正微细甲低贱，总是因为上帝疼甲同在，低贱的人生，咱就袂过袂过空虚，咱是满有稳定甲祝福。所以咱伫遮就咱伫遮就爱学咯，因为人生虽然有路苦愁烦，却因为上帝的疼甲同在，就变成做充实佮满足。所以咱伫遮活过上帝，就当活出有价值、佮有意义的人生。
伫即个所在有几项，咱要来分享今仔日经节。头一项就是万面显明上帝创造奇妙甲伟大。第19、第9节，诗人对什么款的所在来认识上帝奇妙伟大呢？上帝用什么将伊的威严荣光显明出来呢？伫第2节甲第4节来讲，上帝创造，你穿光明，亲像外衫，展开天，亲像丈白。伊伫水中安置伊的路国的通圆，用云做伊的车，用风的势来行，用风做伊的使者，用盐火做伊的车用。所以伫即个所在，看去光、中枪、水、云、风、甲火，拢是宇宙中的受造物，是上帝所造的，即个受造的物。伊所要显明的是啥物？更甲咱讲，上帝是光明圣洁的，中枪讲明上帝的无限甲伟大，水表明上帝的气力，云、风甲火拢表明上帝的威严。所以一切受造物，咱来见证上帝创造的荣光甲美丽。所以上帝掌权，将地立伫根基顶，互地永远无动摇。你用深水掠砍地面，哪像鱼墙？才会水悬过山岭，才会山升悬，才会谷沉落，归你为伊所安定的地。你定了界限，互水袂当过去，无搁再转回掠砍地面。第6节甲第9节。这段的记载，这记载陆地甲海洋所造成的经过，互咱看见上帝创造是真正周密的设计，搁较美好的处事。伊牧师伫遮看见第9节时特别有感触。第9节讲啦，你定了即个什么界限，互水啊呐袂当啊呐过去，无搁再啊呐。转回掠砍地面，其实咱伫遮来，看见，咱过去捌拄着迄个2024年的即个什么的，即个印度洋的大地震，迄个海啸吼。啊，甲2011年日本东北的地震甲海啸，即两摆咱若看去，拢会当互人心惊胆跳，可怕灾难。大水因过即个土地冲倒崩恶，真紧就搁退转去，证明上帝为着即个大海伫定了即个什么界限，互水袂当过去。袂搁再伫遐转回掠砍即个地面，安尼使人类才会当伫即个陆地、土地上伫遐来生存。嘿，姊妹，咱直接来看伊即个大自然界，遮尔美妙，上帝看顾甲保护，你是毋是会当深信上帝掌权的？如果上帝掌权天地万物，咱也相信上帝会当掌权。你甲我的一切，有上帝掌权，咱便袂动摇。这项即个物件，正是主耶稣伊甲咱讲的，两只七鸟减毋是卖一分银嘛？若是你的爸有准，一只也袂交落地，就恁的头毛也拢算过，所以恁无得惊，恁比侪七鸟较贵气。咱来福音10章29节甲31节的记载。这头一项，第二项，上帝供应别人养饲。第10节甲18节的中间，伊10节甲11节讲，上帝互水泉沁出伫山谷，流伫山中，互山里的走兽拢有通啉，野驴得到滋喙淡。虽然看伊上帝创造遮个万物，毋是讲创造好就安那甲放的，家己安那
自生自灭，无照顾，无管因。其实伊安那充足供应万物的需要。所以上帝只供应什么？供应食物，互伊互伊互草发生，互精生通食，要菜色做人的路用，互食物对地而出，搁有酒，互人的心欢喜。有油啊润得人的面，有食物保养人的心力。14节到15节，这上帝为所有活物，来陪伴食物，互因拢得到养饲，甲因本身的需要。所以上帝供应，上帝只要供应什么？因所徛起的所在。所以天中的飞鸟歇伫水边，跑伫树枝顶，12节，野花的树拢得到充足的润泽，就是伊所在黎巴嫩的百香树，飞鸟做树伫迄内面，好徛起伫松树的中间。关山是互野山羊踮，石盘是沙番闪美的所在。16节到18节，所以咱只看见上帝为着各种的画面陪伴，设伫因徛起的所在，各地伊因所会当伫遐住。兄姊妹，是上帝为着万物陪伴充足的供应，甲所徛起的所在。所以俗语讲，人饲人一支骨，人饲人剩一支骨，上帝天若饲人肥足足，这是俗语啦，所以主耶稣讲，试看天中的飞鸟，无种作，无收成，无积聚伫七寸，恁的天父也得养饲因。恁减无比遐个较贵气嘛？嘛着互因6章26节。主耶稣佫直接讲，恁着爱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着这物件拢要拢要加互恁，拢要赏赐互恁。嘛头因6章33节，真来求上帝帮助咱。人比动物是较尊贵的所在，在伫人会当追求上帝，并且专心致意有意义的目标甲方向。所以咱爱相信上帝要供应咱丰盛佮有存。这是第2项。第3，万物伫遮显明上帝的规律甲天数。伫遐讲，伊用月来定着时节，日头也知通落。19节，兄姊妹，咱所徛起的即个地球，乃是整个的世界，是讲整个的世界宇宙星辰，拢是安那有规律的天数的若无规律，就哪像啥物人？彗星对无？即个彗星忽然间走出来大家看伊敢若无规律若要弄倒位就弄倒位我咧讲，台湾是袂当彗星小可吸一个你若彗星要吸一个，就安那天动地摇是危险的所在所以上帝伫遐定即个时令节期，伊用月来定着时节，日头也知通落。兄姊妹，咱知影地球若家己踅一年是偌久？24点钟。月球咧，一年1个月30天。地球甲月球若踅太阳咧，哪一年我想咱若读过拢知影。所以整个宇宙是按照即种的规律伫安咧行日暝无休的伫遐咧转生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一点拢无差。因为有遮的时令节期，人才会当知影家己的年日。所以讲，我的老母会当几岁？100岁就是安尼一年一年过，咱才会照日子安尼行，会当过为家己的一生。所以上帝定人甲动物的即个作息表，讲你互伊暗，伊就安那就成做暗时。迄时树林内会百兽就会爬出来师仔炖好，要掠物食，
对上帝讨因会食物，你一个出，因就走去觅，倒伫因的洞内做工着磨到下昏时。所以上帝为着人甲动物定无共的作息时间有诶时日时伫遐活动，有诶咧暗时好困，有诶咧暗时活动日时伫遐咧做今日咱人若共款已经有咧，以前拢是日出做工，暗时咧困，即摆咧，即摆拢共款啦，无错，日也做，暗时也做安尼爱细腻所以毋通为着拼经济，底甲爆肝咱一定有时间休困。上帝讲创造6工，第7工爱休。不过即摆咱人已经愈来愈要求讲，即摆爱休困几工，2工也无够，咱也是2天即摆讲要3工咱这3工的时阵，人迄个头家就会紧张所以伫即个中间咱通看人甲动物的中间迄种三倒并的即个休困的时间，这上帝定规，互人甲动物会当伫遐和平相处，互相无去干扰这过去咱会当真清楚。兄姊妹，规律甲定数是真重要，咱是有一个原则也非常的重要。若无就会混乱，若混乱，咱人的心就就会不安，因为无法度掌握。下一秒毋知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其实即马川普都是互人感觉无迄个不定时的迄个无法度掌握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免讲川普啦，即马佫有一个什么人，普丁普丁也共款，佫一通惊的什么人，习近平咧到底怎样，咱也毋知影所以愿上帝会当怜悯愿上帝神会当真做工。所以伫遮混乱，互人会当感受到恐慌不安。人如果活即个混乱内面，你就伫遐紧张不安，是靠甲毋知要怎样。虽然有时也有意外会发生，总是如果大部分状况拢会当伫即个险恶的中间，也是会感觉甲安心甲舒适。这今仔日咱日出而作，日落来歇，这是偌尔安定。所以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是互得个水较好。咱今仔日会当活伫上帝的规律内面，是偌尔安稳甲自在。所以咱伫遮来学乐伊。这第3项，第4项，万物伫遮显明上帝的能力先咱直接看最后诗人用这个学乐整个宇宙万物，拢伫遐显明上帝智慧甲能力。所以咱只要伫遐小可留意观看，就当明白这真正是实在。伫40甲26节讲上帝互万物拢会当伫遐共存咱即摆讲甲动物，咱即摆讲若破病的人就讲以什么并进什么。共存，你就知影有这个意思圣经讲耶和华你所做的怎样遐多，拢是你用智慧做成的，遍地满满你的富有，要海大国阔，其中有算袂了的动物，大小的活物拢有，伫遐有船通得行，有你所创造的大鱼游来游去。兄姊妹，上帝用伊的智慧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种类是非常的多，再拢会当显出伊的丰富。这个广阔的海洋，养起了算袂清的活物。你敢知影？单单伫这个海里的这个鱼类，有名有名上册，你敢知影偌济无？几种？2万2万2万外种以上总是还佫有真侪毋知影名还佫毋知影名科学家佫伫遐继续伫遐不断的发现伫遐号名的海象生物。咱知影大到遮的什么海洋
睡到这个单细胞的画面吼，我讲这个歹紧吼，这拢算单细胞吼。是讲共存伫这个空快这个海洋中，所以底下有提到什么？圣经以前拢提到什么？迄个鱼什么？敢知？蛞鱼。蛞鱼是啥物？讲是鱼吼，伊拢互人用迄个大型的这个食肉动物吼。咱来知影动物伫这个所在特别蛞鱼，伊毋惊人呢，吼。所以讲，伫遐讲有船伫咧行走，吼。有你所做的蛞鱼伫遐游来游去吼，游泳伫其中。现在哪有人将即个蛞鱼当作啥物？你敢知？宠物呢？你敢知？有人将蛞鱼当作宠物，你敢知？有啦吼，伫遐咧饲吼，其咱咧真细腻吼，真奇怪吼。迄讲我会记我看网络，敢若有啥物大动物吼，讲人怎甲当作宠物吼，结果对细只是较大只起来吼，足惊人的哦。后来你就知影吼。所以咱知影上帝互万民拢会当得到帮助，吼，这27节到28节的记载，食的拢是啥物？食的拢伫听候你通照时互因食物，你互因就捡起来；你踢开你的手，因得到好物够饱。这只会做活物，上帝咱供应因的需要。虽然这个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讲啊，讲伫即个丛林文化内面，弱肉强食弱的哦，去个强的甲你食去也是适食生存适应的人就生存总是在上恶劣的环境中间，绝大多数的生物也是当继续伫遐来存活较少有即个绝症，当然有绝症啦但是若较少有即个绝症因搁伫帮助，是因为上帝伫遮咧养饲因，所以万物的即个存亡甲更新，拢是伫上帝的手中这是29节甲30节的记载。你黄你的面，因就挂落；你将因的气收回，因就死无，来归伫土粉。你发出你的神，因就受创造。你互地面换做新，兄姊妹，拢知影咱的性命是对倒落来？对上帝来。敢若死亡呢？对倒位来？对罪来。所以伫创造的时，上帝讲，地爱生出活物来，使着安尼伫遐来行。所以人做万物之灵，更加是上帝精心创造，伊将伊的灵赏赐互人，互人会当伫遐来认捌伊。代表伊管理这个水果好的世界，总是咱人因为这个罪背逆唔顺服上帝命令，直到死亡的临到。死亡的临到是对罪做一个结局，做一个终结。因为只有死亡了后，人才袂搁安那，搁袂伫遐犯罪啦吼。所以有时安尼来看讲，死亡乃是上帝所予咱一项什么的？宝贵的礼物，将此罪，搁再一摆来查毒来害咱，互咱有更新的机会，互人有这个更新的机会所以兄姊妹，上帝的工作，毋是伫即个停止伫即个死亡的中间，伊是生命的主，伊要对生命的中间，互死亡。搁再生出这个什么生命，通互生命会当生生不息。对这个大自然界的原理，咱就会知影。讲一粒马若无落伫土里来死，伊就会发出什么最粒来这对这个这个马来讲，咱就会当知影所以无顺希望咱兄弟姊妹当清楚，咱的生命咱的信仰。咱的信仰是啥物生命是袂啥物？是袂死无的咱的生命是安那会当更新，咱的生命会当更新我今日早起来时顺龙长老甲我讲牧师你已经安那
你讲一日什么？啊，孙老弟，你甲我讲安怎？忽然间大汉啊！一日成熟长大，表示讲咱的时段啊，转去啊，咱就安那，咱就咱就成熟大汉吼，成绩真侪责任吼。因为创造生命的上帝，伊是袂互即个生命来停止，结束伫即个死亡的中间，咱是透过短暂的死亡，互另外一个生命搁再哪来产生。这上帝对生命的敬信，互咱看见生命的延续，心内就满有啥物？满有毋望。伫5月30日，我的老母吼，暗时拜五暗时，我的老母真瓜玉品牧师娘，伊伫遐来刷了世间的劳苦、病痛，等于到天的祖家，安息伫主的怀抱中。甲我的老爸曾经的牧师，三主伫伫主的内面。牧师相信，这出于上帝水果好的旨意，是上帝所安排水果好的时间中。咱咧知影生有时，死若有时，万物的气流拢是上帝伫遐咧掌管。伊知影什么时阵是上妥当、上适合，所以阮伫遮愿意来顺服，也要领受上帝丰盛富有的祝福，看见新的生命的产生。确实，咱会知影天地万物有一天拢会伫遐来会无。所以上帝特别互一切更新，互新的人，拢要甲伊同齐进入伫新天新地新的境界，来享受到真正的安息。愿万物拢欢喜唱歌，归顺上帝。这最后31节到35节的记载。愿耶和华的荣光永远伫地，愿耶和华为了伊所造的来欢喜。伊看地就震动，伊摸山就出现。我要一世人向耶和华吟诗，我也活的时，要向我的上帝唱歌学乐，愿意了我的情情想做合意。我要因为耶和华欢喜，愿罪人对世上消灭，愿歹人拢无去。我的心神啊，就学乐耶和华，恁就学乐耶和华。开始这诗人的学乐，也应该是咱每一位看见上帝奇妙作为的人，也是咱做基督徒的，拢应该有的学乐。即个兄弟姊妹，愿咱活地的每一天，拢会当用心灵伫遐来体会上帝创造的美妙，上帝供应的丰盛，以及上帝伫咱的生命中的更新甲变化。我上要讲的，上帝创造咱，互咱伫即个地面上徛在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啥物？要享受啥物？要享受咱丰盛甲富有。所以有时咱也感觉咱无够欠缺，我有时就讲这是啥物？罪的困扰，真正是罪的困扰。罪困扰咱人，要领受上帝最大的祝福。我想咱会当对圣经的中间，咱拢会当来晓悟，会当更加来明白。所以当咱伫遮来学乐，当咱伫遮感恩，咱的灵，咱的内在灵，就是甲上帝灵伫遐哪，伫遐合一，新的快乐，新的愿望，新的欢喜，就若像活水泉源啊哪，对内面伫遐哪涌出来，互咱会当勇敢的突破生命的困境，开创出甲上帝同行的新的境界。所以愿上帝丰丰富富，愿上帝丰富甲满足，充充实实的疼甲稳定，永永远远甲你、甲我、甲咱正下姊妹生个伫地，到永世代，愿上帝甲恁生个伫地，也祝福伫恁。咱生个当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会当透过你的话，透过你的诗篇，互阮欢喜，伫遮来吟诗学乐。咱像诗人感谢着上帝你所创造的美妙，
伫遐来发出俄罗的诗歌。主愿知阮伫即个世间，虽然有做艰难，有做艰苦，有做病痛，有做不如意的所在，总是要因为你的救恩，甲你的救赎，我要直接来领受你大大的恩典。主开你我来一摆帮助阮，更深的明白你，晓悟伫你的真理，行踏伫你的真理，诚做你最大伫阮身上的福分甲福气，满满伫阮。搁来一摆将阮本身，阮正系之辈恭敬交托伫你的手，可能继续带来因带坚固。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